为了替参加白河区传统艺术表演加轻盈乐活一边风伫活动的民众加油打气，市长委托一透早便来到现场，甲乡亲互动，并预祝活动顺利。今日真欢喜吼，咱伫白河运动公园遮水的所在吼，会当有咱的轻盈趣味竞赛，甲咱的防疫的宣导吼，这点拢感谢咱公所吼非常用心。为延续在地传统技甲文化，白河区公所办理这场活动，参与学校包含白河国中、白河国小、药丰国小、德文国小、大德国小、仙草实小、河东国小、内角国小，各校学生技艺超群，得到现场的观众掌声连连。市长委托表示，白河区老人年考比例大约是27%，属于超高龄社会，需要年轻世代注意活力，关心在地长辈身心健康、社会参与等问题。白河区公所办理的轻盈运动会已经迈入第4档，每一次拢得到大家热情的响应，才会当让这场盛事延续落去。这当年虽然当年拢有活动，但是办了好、办了普通、办了无好，迄嘛是有差别的。我看非常看到足侪好朋友今日天气真好吼，我想大家确定一定足期待讲会当有一个足好的足趣味的竞赛，而且要祝福咱今仔日的大会当圆满吼。各位好朋友，非常感恩感谢大家吼。今仔的活动，不管是咱的中青的，或者是咱国小的，拢会当这个打成一片。让大家能够很开心。白河区传统艺术表演活动，不只让市民朋友欢喜同乐，同时也加入关怀弱势安排。特别邀请台南家扶中心举办义卖活动，鼓励乡亲做伙发挥爱心，让每一个囡仔未来莫因为散食而停止学习，帮助弱势儿少透过教育翻转，走向幸福未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